中日關係越嚟越緊張嚇，而家睇到咧，除非日本認錯，否則的話咧就好難善了啦。咁由日11月7號高市早苗喺國會答詢問嘅時候表示，如果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可能就係日本嘅存亡危機事態。揚言咧日本會使用集體自衛權做藉口介入嚇。咁第二日咧，我國咧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咧，就喺社群上面咧發表回應，突然出現嘅安裝頭顱啊，即係好污糟嘅頭啦，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斬掉嚇。日本傳媒咧可以話係夾硬斷章取義，就話咧我國嘅領事咧就係恐嚇要將高市斬首咁話喎，咁啊令到成件事情咧係進一步升溫啦。嗱，咁而家大家都唔肯收翻言論咧，事件要和平解決咧，其實應該好渺茫噶啦。嗱，根據媒體嘅總結咧，估計我哋中國咧應該而家有3個手段可以進行反制嘅。第一就係打經濟牌。嗱，我哋一齊睇睇資料。日本嘅經濟其實一直咧都非常依賴中國嘅。就以出口嚟計啦，中國一直係日本3大出口市場之一嚇，可以話咧同呢個美國係叮當碼頭噶嚇。咁進口方面咧，舊年咧，日本嘅經濟產業省發布2024年版嘅通商白皮書，咁其中咧有提到咧，日本有高達1406個品種嘅貨品咧，有超過一半係進口自中國嘅。咁如果淨係以貨品嘅種類計咧，我哋係美國嘅2.5倍。咁白皮書入邊咧，亦都有提到咧對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嘅擔憂。嗱，另外一方面咧，旅遊業係日本經濟支柱之一。2024年咧，嚟自中國嘅遊客佔咗日本總國際遊客中咧，差唔多佔咗1/5，成700萬人。嗱，今年頭3季咧已經有748萬個中國人係到訪日本，已經比舊年多啦。所以如果我哋國家對日本發動經濟制裁咧，對日本嘅影響咧會係相當嚴峻㗎。嗱，我國而家咧淨係發出咗對日本嘅旅遊同埋咧教育嘅警示，已經係影響咗日本相關股票大挫。嗱，咁其實咧，小弟覺得咧最難得，亦都好開心咧，就係今次咧香港亦都跟隨住祖國咧，係發出對日本嘅旅遊警示。但係咧，真係仲未係一個正式嘅旅遊警示啊，只不過係啲提醒啫。嚇，點解唔同祖國做同樣嘅嘢咧？呢一個係成日小弟都有個疑問嘅。好，第二張咧就係國際牌。嗱，我哋已經將琉球原居民嘅福祉咧就提到台面上面討論啦，擺咗上聯合國。嗱，咁相信下一步咧就係會討論日本對琉球群島，甚至係日本對北海道嘅合法統治權。嗱，呢啲咧都係有歷史文件為證咧，係唔可以隨意侵犯嘅。琉球咧係二戰之後美國同日本私相授受嘅結果，而北海道咧就係日本喺18世紀末咧夾硬搶翻嚟嘅。嗱，相信咧我哋中國會喺聯合國會議上面咧不停對日本施壓㗎啦。嗱，咁其實我哋睇翻咧一個中國嘅原則，一向都係聯合國咧跟從嘅，亦都係白紙黑字咧寫咗喺2758號嘅決議入邊。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咧，亦都係回應我國記者發問嘅時候咧，重申咗呢一點嚇。咁所以咧，小弟覺得任何一個無視一個中國原則嘅國家咧，其實都係違反咗聯合國憲章對其他尊重其他國家領土完整同埋主權嘅條文㗎。嗱，我哋睇下個秘書長發言人點講先啦，而家。Prime Minister of Japan Takaichi last week said something that a Taiwan contingency would also be a Japan contingency, which led to another round of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an you remind us the official position on Taiwa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t's based on the relevant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which I've reminded you of. So the official language in documents still is Taiwan a province of China. Is that correct? I'm not aware of any change
in General Assembly text. What we would like to see is a lowering of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se two very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the resumption of dialogue to diffuse the current tensions. 最後一招當然係軍事啦。嗱，講真啦，中國人咧最愛好和平嘅，我哋一向咧都係抱住咧睦鄰嘅心態。咁所以如果同任何周邊國家發生衝突咧，中國人都係好唔情願㗎。唯一日本可以話係大大嘅例外。嗱，咁其實咧呢個大家都明白嘅，日本同我哋嘅深仇大恨咧，其實都唔使小弟重複。嗱，咁而最近咧內地嘅媒體咧，亦都係反日情緒係高漲噶。對今次中日摩擦咧，大部分網民咧都喺度摩拳擦掌。嗱，咁甚至咧小弟有留意到咧，有一啲言論嚟，好似話一言為定啊、雙喜臨門啊呢啲講法咧，都可以反映到咧國民而家都期待緊可以一雪前恥，一次解決中日之間所有嘅歷史問題。等我哋清算咧由明朝開始，日本人一直對我哋帶嚟嘅傷害，倭寇搶掠啊、甲午戰爭啊、八國聯軍啊，甚至日本嘅侵華，甚至喺近代日本對我哋中國嘅壓迫，其實每一頁都係血淚史，每一頁寫嘅都係日本欠我哋中國嘅債。呢啲債咧真係要好多網民就覺得今次係一個機會去將我哋嘅債咧攞翻嚟。嗱，咁亦都係因為日本咧係二戰嘅戰敗國啦，咁所以咧聯合國憲章入邊咧有敵國條款，只要我哋覺得日本令我哋感覺到威脅咧，我哋可以唔需要安理會授權就可以作出部署。呢啲部署咧甚至係包括軍事嘅攻擊。嗱，咁而且我哋見到咧近年我哋中國喺科技同埋生產力方面嘅進步咧，就睇到而家中日咧喺軍事實力同埋科技上面咧已經係拉開咗差距啦。所以中日如果真係發生熱戰嘅話咧，吃虧嘅係邊個咧？一定係日本。嗱，咁其實咧我哋中國咧亦都已經咧係有公開發出聲明，其實喺亞洲入邊真係我哋完全冇對手。所以咧，其實我哋海軍嘅打造咧，係針對一個霸權國家，嗰個係邊個？不言而喻，小弟都唔多餘啦。嗱，咁其實我哋睇翻公史早苗咧，發出啲咁嘅挑釁言論咧，其實咧係早有先兆噶。喺佢上台之前咧，大家知道佢一係極右翼，而且成日去靖國神社度拜戰犯噶。咁所以咧，復辟日本軍國主義，相信係佢最希望喺任期之內可以完成嘅事。咁其實咧，喺發出呢一個言論之前咧，喺10月嘅20號至30號呢幾日咧，日本自衛隊啱啱同美國同埋澳洲嘅部隊咧舉行咗2年1度嘅自衛隊綜合演習，動員咗超過58,000人參加，係2023年同一個演習差唔多2倍嘅人數投入。哇，係咪好犀利啊？只不過時隔2年嘅時間。演習嘅範圍咧係日本軍事設施同埋駐日美軍嘅軍事設施、機場同埋港口，同埋咧呢個演習咧涵蓋咗日本全境10幾個城市同埋周邊嘅海空域。演習之後短短2個星期咧，高市早苗就出嚟發噏風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其來有漸，大家應該可以一目了然成個脈絡係點樣。呢邊咧就做完呢一個咁嘅綜合演習。嗰邊咧就開始發出挑釁嘅言論，究竟係為咗啲乜呢？但係咁其實咧，我哋亦都可以見到咧，高市早苗都只係承接前人嘅意志。但係呢個意志，呢個前人係邊個呢？就係啱啱咧俾人殺咗嘅安倍晉三。嗱，我哋喺明光暗影入邊咧，曾經分析過安倍晉三嘅被殺，亦都係提出咧，好可能係希望借佢嘅身亡，就係為咗日本嘅修憲咧去造勢㗎。嗱，大家知道日本係二戰嘅戰敗國啦。咁喺戰敗之後咧，1947年5月3號咧，日本國憲法咧就正式生效。咁其中咧第9條咧清楚寫出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同埋秩序嘅國際和平，永遠咧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者係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嘅手段。嗱，為咗達到呢一項目的咧，
佢哋咧就已經憲法寫明咧係唔保持陸海空軍同埋其他戰爭力量，亦都係唔承認國家嘅交戰權㗎。嗱，咁但係呢條條文咧，雖然咧可以話日本國民咧希望有嘅嘢，但係好明顯咧係規範咗日本國內好戰者嘅霸權思想㗎。咁所以憲法第9條咧一向都係安倍晉三啲咁嘅軍國主義者嘅眼中釘，一直想將佢起咗出嚟，但係一直咧未可以通過修憲。咁其實咧小弟嗰陣時都話咧，其實安倍嘅死絕對係有人策劃㗎。佢嘅死再加上高市早苗嘅上台，極有可能咧就係為正式修憲鋪路，等日本可以重新成為一個咧可以使用武力嘅國家。咁其實呢啲咁嘅嘢，我哋當然唔希望，亦都唔可以俾佢發生啦。但係有一個國家好想㗎，嗰個係邊個呢？就係將日本當作佢喺亞洲養嘅狗嗰個國家，即係美國。嗱，咁其實咧，我哋知道上次侵咧同埋習主席會面嘅時候咧，根本連台灣問題都唔敢提。而且咧，小弟喺網上亦都有見到咧，阿 Trump 咧係警告國務卿咧就唔好講台灣有關嘅嘢。但係咧，唔知點解咧嚇美國隻狗即係日本咧，反而走過嚟咧就搶住發聲吠喎。嗱，咁其實咧，小弟希望提醒大家咧，唔好唔記得阿 Trump 之前同高市早苗咧曾經有一段單獨嘅時間喺直升機上面㗎。嗰陣時佢哋講過啲乜嘢咧？有冇人知咧？冇人知，得佢哋兩個知。嗱，咁其實日本今次嘅舉動咧，小弟係覺得咧，絕對唔會同美國無關。會唔會咧係喺直升機上面咧嚇有人落咗命令，或者係大家傾好咗啲咩嘢咧？嗱，咁而事實上咧，今次日本嘅挑釁咧，其實可以睇得到咧，佢哋真係好希望咧喺東亞係引發戰火。咁當然啦，邊個強邊個弱，明眼人都睇得好清楚㗎啦。日本絕對冇可能喺同中國嘅戰爭中得到任何甜頭，甚至會唔會可以減弱中國啊？呢個可能性係非常渺茫，真係咧實力相差太遠啦。嗱，美國其實唔會唔知㗎，明知道咧日本係冇可能可以打敗，甚至係削弱中國，但係明知日本同埋中國之間嘅戰力差距咁大，美國點解仍然要放呢隻狗出嚟做挑釁行為呢？嗱，中間真係好耐人尋味啊！嗱，咁背後咧一定係有鋪大棋喺度操作緊，針對嘅係邊個啊？自然係我哋中國嘅崛起啦。嗱，而佢嘅目的咧，亦都係非常明顯噶，就係想繼續維持美國嘅霸權。咁兩者擺埋一齊，大家可唔可以睇到中間嘅脈絡，同埋咧成件事情到底係背後係有啲咩人、有啲咩事發生緊呢？嗱，咁小弟咧啱啱就喺網上面咧睇咗一條咧嚇對今次事件背後美日嘅想法嘅一個非常詳盡嘅分析。呢個博主分析得好精彩，咁小弟咧就而家將佢分享出嚟，作為今次錄影嘅結尾。咁大家咧睇完之後有咩感想咧？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俾小弟，同我哋大家一眾網友咧分享一下㗎。咁我哋咧下一個話題我哋再傾過啦。大家睇咗片先，記得留言喎。武力干涉咱们的统一大业，这是最近很多人问我的问题。今天就用最直白的逻辑把这事儿给揉碎了讲透。一个二战战败国，一个宪法里写着放弃战争的国家，一个本土被他国驻军的非正常国家，现在他的首相高市早苗居然跳出来公开叫气，要武力干涉一个无偿的家事。你想想这事儿是不是很荒唐？他是不是疯了？但如果我告诉你，这恰恰是他们最清醒的选择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很多人分析说，台湾海峡是日本的能源生命线，他们怕我们一旦统一后，可以随时掐断这条线。这些说的没毛病，但太浅显了。我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我们会闲着没事去掐断全球最重要的贸易航道吗？这逻辑就脑残。日本人会这么傻吗？所以他们怕的根本不是这个，他们真正怕的是我们统一后东亚新秩序的彻底确立。从甲午到侵华，日本在东亚的人上人地位是建立在我们积贫积弱这个前提下的，但现在咱们的国力正在重回巅峰，日本的这个前提它就没了。
一旦我们完成统一，第一岛链将彻底失效，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将从根基上被抽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完成了民族复兴的中国重新屹立在东亚。你觉得日本会是什么地位？它不再是人上人了，它会滚回它本来的位置。什么位置？就是那个在东亚几千年历史里，它绝大部分时间都只能仰视我们的位置。至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他碰巧赢了一次，就让他一直爽，以至于一直忘不掉这个甜头。但现在不好意思了，你要连本带利的给我吐出来。所以说台湾问题是日本右翼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这道防线一破，他们100多年来的大陆政策和脱亚入欧的迷梦就全碎了。而这种对新秩序的恐惧还牵扯出另一个更现实的噩梦，他们怕被美国清仓甩卖。你以为日本是美国的忠犬？不，它更是美国的人质。日本经济的命脉、军事的指挥权、政治的自主权全攥在美国手里。日本右翼在赌，想趁着美国现在遏制中国的需求还很迫切，赶紧把干涉统一当成投名状交上去，换取美国松开他脖子上的，也就是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实现国家正常化。这就是安倍晋三2015年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塞进存立危机事态这个私货的真正目的。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现在不赌，等到中美真的坐下来划定势力范围了，你猜美国第一个卖的会是谁？一定是被阉割过的日本。所以高市早苗的叫嚣翻译过来就是爹，你看我多能咬人，赶紧给我松绑，我好上去帮你咬他。这就是日本的赌局。那他爹美国这个关键因素呢？你以为美国真要保卫日本吗？那你就把美国想得太简单了，这背后藏着的才是最毒的算计。美国的算盘叫代理人战争和焦土战略。这几年美国的兵棋推演，从兰德到 CSIS， 哪一次推演说他们能在我们家门口打赢了？他们知道打不赢，既然打不赢，那美国的战略就不是求胜，他们的剧本就是先怂恿日本当炮灰。高市早苗就是他们理想的代理人，美国要的就是日本开第一枪，把收复台湾强行升级为国际战争。一旦日本真的开了这枪，下场了。美国梦寐以求的政治借口，紧接着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拉拢北约 G7， 对我们进行全球范围的经济制裁、金融封锁。你看，从制裁到战争，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他们要的根本不是保住台湾，而是要把整个东亚这个全球经济的发动机打成一片火海，是让我们就算赢得了统一，拿到的也是一个被打烂的摊子，一个被全球孤立的局面。他们要用日本的命、东亚的血来换取中国发展的倒退20年，从而保住他美国的霸权。这才是美国这个关键因素背后那套最恶毒的以命换命的算计。好了，底牌都摊开了，日本在豪赌国运，美国在阴谋换命，那他们为什么还不敢动？因为那个致命因素中国已经彻底改变了战争的底层逻辑。不是说我们有几枚导弹，而是几笔他们根本算不起的账。这笔账先要算在美国头上，因为他身上的金钟罩破了。过去70年，美国为什么敢在全世界横行？因为它本土是安全的，它拿日本、韩国当伴索，当前线基地。东风系列导弹的接连出现，已经把前线推到了关岛，推到了夏威夷，更别提日本本土那些美军基地了。加手纳、佐世保这些基地在和平时期是锁链，在战时就是我们的人质。美国的金钟罩没了，他第一次发现他自己也会挨打，而且会挨得很痛。此外，日本还有一笔真正灭顶之灾的账，那就是经济。中国是日本连续多年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的汽车、电子、化工最大的市场在哪儿？在我们这里都不用导弹洗地，只要贸易归零。你高市早苗担心的能源动脉还没断，你日本的经济动脉就先被自己一刀割了。这种经济自杀的后果是任何一个日本政客都承担不起的。然而，算完了军事账、经济账，还有一笔账是他们永远也算不懂的，意志的碾压，这才是最关键的。对美国、对日本来说，台湾是什么？是遏制中国的棋子，是地缘政治的筹码，是国运赌博的桌子。但对我们来说，是什么？
是1894年甲午海战沉入海底的英魂，是1937年南京城下的30万冤魂，是我们这个民族100多年来必须愈合的最后一道伤口。他们是在打一场仗，而我们是在回家和团圆。他们是赌徒，输了大不了重开一局，而我们退无可退，也绝不会输。所以你现在在看高氏早苗的叫嚣，他不是强硬，他是色厉内荏。他就像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拍着桌子，拿着一把假枪，对着庄家喊全押了。他赌的就是庄家不敢掀他的桌子，但他搞错了一件事儿，我们根本就不是来跟他赌的，我们是来收账的。这个账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他们从1894年甲午战争偷吃到的那点甜头，现在要连本带利都得给咱们吐出来。在此之前，我们要看清他们的虚张声势，更要坚信我们自己的雷霆万钧。对此你怎么看？小弟今次嘅分享到呢度為止，好多謝大家嘅收睇。如果大家仲未訂閱儒道呢個頻道呢，請馬上訂閱，同埋記緊撳一撳個鐘仔。小弟每星期都有好幾場直播，同埋間中嘅錄播呢，大家就會收到消息，唔會再錯過噶啦。另外最後記緊留點分俾儒道，留言點讚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我哋下一個話題再傾過。